個顏色就影相。第四，撳停個計時器。第五，最快嗰個就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玩七彩尋寶樂啦。今次嘅比賽咧就有媽媽同埋黃正欣。而家咧，黃正欣就會首先抽出一個顏色，跟住我哋就要喺呢個大自然裏邊揾到嗰種顏色出嚟影相。正欣，你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今次係綠色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跟住我哋就出發啦。相機未？準備好。準備好。嗱，今次嘅項目係任務係綠色，1、2、3，出發！得啦。究竟呢個綠色任務正欣練咗啲乜嘢咧？係綠色嘅花草啊！咁究竟邊個快啲咧？好，經過非正式又唔正式嘅統計，我哋發現最後係雙冠軍嘅，耶！拜拜大家。拜拜。